也伫台南关庙的森林公园，最近拄甲关庙步道征收好势。啊，毋过有游客即马是表示公园内底标示无清楚，搁较害的是无便所通用，绕得紧的是实在是真困扰。区公所即马有表示讲，后个月赶紧开会会检讨来改善。 哪天白云四khu位啊，拢是大丛树啊，侪人会来遮行踏做运动，兼吸收熏陶精。台南关庙森林公园内底步道都建设好势，嘛正说热门的拍卡景点。不过近来未少头一个来游客煞找无路行无去，反正内底机票无清楚，甚至连便所拢无，大小便无法度透，在地人甲游客拢讲有改善的空间。迄足后行，过来你问路的啊，标示无详细啊。 啊，无伊开，搁再来问啊，就是行去无去啊。爬山的时候，女生都比较想要上厕所啊，所以有时候就会想要找一下厕所。那去很多地方，其实厕所都很方便，可是这里就是找不到厕所。这座占地64公顷大的公园，对2002年兴建够大，关庙区公所回应，当初因为考虑到园内生态完整性，地处才无起便所。实在行一抓步道边仔的草啊，嘛发甲真旺，有期完整期，才敢无咧整理。 公所指出，要管理者确实真硬斗，主要是人工甲经费不够。市府讲12月份会开跨局处会议做协调。杂草部分，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故宫在这边除了啊，有除到后边头前都已经个等啊，中嘛等啊，所以我们还是也需要有经费的挹注来多聘2、3个。 工人来除草。来遮观光的游客近来增加2倍，只是明明公园内人行道禁止奥多摆徛入内，也是有人无顾虑到别人安全。公所嘛表示会搁加强宣导。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。